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一长腿无留三笑后。有经验的人就知，举钢腿仔的时阵，迄柄的位置爱摕好到位，毋好摕到伤后壁去。若摕了伤过后壁，毋但无好出力，反势阁会伤着家己。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，做人做事拢无留后尾门，尤其是讲话的时阵，讲了伤水气，伤有自信，尾手才来后悔，也是弥补就袂赴啊。所以嘛有一句俗语讲，一长腿就留三笑后，意思就是爱互家己有抽摕的空间，较免连透脱的机会都无哦。以上感谢收听。